做一个台语老师的思考，作者高家辉。我感觉不管做倒一种老师，咱的言行、学生拢看伫眼内。尤其我进前是伫国校咧教台语的老师，一般来讲，我袂介用骂方式来教囡仔，因为你若是定定加骂，伊就袂介意你即个老师，甚至袂想要上你的台语课。我捌听过一个台中教育大学的台文系教授讲过，你要爱学生爱上你的台语课，就爱先介意你即个先生。学生才愿意好啊上你的课，也无伊只是干你应付尔，毋是真心教你交陪。我会记得，搁伫国校上1年仔、2年仔的课的时阵，我上课进前，因拢真欢喜讲，耶，搁要上台语课啊，足欢喜的款。我看伫眼内，嘛真甘心。我知影我的行为会影响到囡仔，所摆我伫教因的时，拢足注意我所讲的话。伫上课的过程中，我拢会鼓励因加讲台语。学生上了感觉好，就会真注心伫听。我毋望我互因的毋若是台语的知识，是做人的智慧甲对待人的行为爱有礼貌。刊伫台港文学第47期。